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50/50聽學愛。呢個係一個好奇異嘅時代，我哋嘅手機比我哋更加懂我哋嘅作息，我哋嘅搜尋記錄比我哋嘅朋友更加清楚我哋嘅掙扎，我哋嘅社交媒體演算法甚至比我哋更加早知道下一步想做啲乜嘢。人工智能正以無法想像嘅速度改寫人類生活嘅每一頁，從孩子點樣去學習，青年點樣去談戀愛，到成年人點樣工作，長者點樣被照顧。但係當我哋享受呢啲便利嘅時候，心底其實有一絲絲嘅失序感。我哋發現資訊多咗，智慧就少咗，連結快咗，關係就淺咗，選擇無限，方向卻變得模糊。特別係喺我哋孩子嘅身上，佢哋係數位嘅原住民，出生喺 AI 已經存在嘅世界。但係佢哋比任何世代都更容易感到迷茫、孤獨同埋焦慮。作為成年人，作為同行者，我哋要問嘅唔係點樣去阻止 AI，而係喺呢一切失序之中，信仰仲點樣能夠為我哋嘅下一代提供一個穩固嘅立足點呢？潘正恆牧師嘅在失序中抱緊上帝，千禧世代的信仰心法，表面係寫俾千禧世代，實質就係寫俾所有喺數位洪流之中試圖站穩腳步嘅靈魂。我有幸讀過呢本書3次，每一次都恰好喺唔同嘅生命處境，亦都每一次俾我對如何喺 AI 時代持守信仰有更深一層嘅體會。第一次嘅閱讀係知識，嗰陣時嘅我每日都被工作嘅日程填得密不透風，就算連閱讀呢，都係要用暑假嘅飛行時間嚟到去節省。我喺一趟日本來回嘅航班上面，匆匆咁樣睇完咗呢本書，腦海之中記低咗好多金句同埋觀點，就好似喺博物館睇名畫咁樣，影低咗相，但係就冇真正感受過畫嘅溫度。當時嘅我將信仰同埋靈修都當作日程表上邊嘅項目，以為睇完一本屬靈書籍就完成咗一個任務。而家諗返起嗰個時候嘅我，正正就係好多當代人嘅縮影。我哋喺 AI 嘅時代學會咗處理資訊，但係就忘記咗點樣去消化真理。第二次我閱讀到生命，就喺自身經歷最幽暗嘅日子，以及同區大埔宏福苑大火嘅悲傷，同潘牧師同埋主內姊妹小組團契之後，我重新翻開呢一本書，但係呢一次每一個文字都帶住重量。書中談到在失序中抱緊上帝，呢個唔單止係詩意嘅表達，而且更加係真實生存嘅策略。我體會到，當 AI 可以分析你嘅情緒，建議你嘅行程，甚至模仿你嘅不足，但係就唔可以取代到你去禱告。嗰次閱讀，呢本書成為我靈魂嘅 anchor， 唔係因為佢俾咗我新知識，而係因為佢提醒我，在失序中，上帝從未失約。
第三次閱讀係託付，為咗準備迎接潘牧師嘅新書，近呢幾個月我帶住更沉澱嘅心再次去細讀。呢一次我唔再睇到自己，而係開始去思考喺呢一個失序之中抱緊上帝嘅經歷，點樣可以傳遞到俾下一代？書中關於歸心嘅教導，關於喺忙碌中堅持安靜嘅操練，關於不被世界定義嘅勇氣，呢啲唔再係個人嘅靈修筆記，而係一份交喺我哋手中嘅託付。上一集我哋分享咗在失序中抱緊上帝嘅上半部分，講到千禧世代面對嘅兩個挑戰：沒有信仰，沒有夢想。傳說之中嘅少年成不了神話，但係摩西嘅故事就提醒我哋要繼續做夢，遠離信仰，即係遠離夢想，需要將二手信仰轉化為一手信仰。多馬嘅懷疑係信仰嘅一部分。今日我會分享下半部分，講埋另外兩個挑戰：過勞，致不想過勞死嘅我哋；孤獨，在孤獨中拯救彼此。呢兩個挑戰其實係千禧世代最切身嘅掙扎。因為佢哋而家正正處於人生最忙碌嘅階段。第三章嘅標題係致不想過勞死的我們。潘牧師指出，千禧世代係一個過勞嘅世代，佢哋面對嘅壓力係好多重嘅。工作上邊要證明自己嘅價值，要維持生計；家庭上邊要照顧年邁嘅父母，要養育年幼嘅子女；教會上要參與侍奉，要做個好嘅基督徒。呢個世代嘅人好似同時打緊幾份工，但係一份都冇得辭職。潘牧師就引用咗一首歌嘅歌詞：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呢句歌詞聽落好笑，但係背後係一種深刻嘅無奈。返工佔據咗大部分嘅時間同精力，但係為咗生活，我哋冇得揀。潘牧師指出，香港嘅工作文化係令休息變成咗奢侈品。好多千禧世代嘅人唔係唔想休息，而係唔敢休息，怕俾人話懶，怕被淘汰，怕追唔上進度。但係潘牧師提醒我哋，休息係上帝嘅心意。佢引用創世記嘅記載，上帝創造天地之後，第7日就係安息日，休息一下。如果上帝都需要安息，我哋點解覺得自己唔使？潘牧師指出，安息唔係懶惰，而係一種信任。信任上帝掌管一切，唔係靠我哋不停努力先至撐得住個世界。佢亦都引用咗一首詩歌嘅歌名，留一天與你喘息。一日唔需要多，只係需要一日停低，唞一口氣，重新聯繫上帝。潘牧師喺呢章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呢種痛苦，耶穌明白嗎？
佢嘅答案係明白。耶穌喺世界上面嘅時候，都經歷過疲倦、壓力、被誤解、被拒絕。佢明白人嘅軟弱，亦都邀請我哋將重擔卸俾佢。潘牧師喺呢章嘅提醒係：你嘅心都好重要。千禧世代成日將別人嘅需要放喺第一位，但係如果自己嘅心都已經枯乾，仲點樣去愛人？呢個提醒同我哋之前喺其他書講嘅自我照顧同出一轍。先照顧好自己嘅心，先有能力去真正愛人。第4章嘅標題係在孤獨中拯救彼此。呢一章，潘牧師處理千禧世代一個好深嘅痛點——孤獨。千禧世代雖然係網絡世代，理論上人同人之間嘅聯繫比任何時代都多，但係諷刺嘅係，佢哋同時亦係最孤獨嘅一代。點解？潘牧師指出，千禧世代雖然有好多社交媒體嘅朋友，但真正可以傾心事嘅人其實好少。網絡上邊嘅互動取代唔到真實嘅人同人接觸。我哋嘅下一代其實都喺 AI 嘅失序之中漂流。作為父母，作為教育工作者，呢個唔係悲觀主義。今日嘅孩子3歲就喺度碌手機，7歲就會識得用語音助理，12歲就已經懂得用 AI 去生成功課。佢哋比我哋更加熟悉數位世界嘅語言，但係就比我哋更加陌生於真實世界嘅觸感。佢哋擁有無限嘅資訊，但係就缺乏咗判斷真假嘅能力。佢哋擁有無數朋友，但係就極度缺乏深度嘅連結。佢哋隨時可以揾到答案，但係就好少被鼓勵去探索問題嘅意義。更加令人擔心嘅係 AI 嘅個人化推薦，正喺度無聲地塑造佢哋嘅世界觀。孩子睇到嘅內容被演算法精準地咁樣去鎖定佢哋嘅舒適圈，等佢哋誤以為世界只有自己認同嘅嗰一面。呢一個係一個更加深層嘅失序，唔係外在嘅混亂，而係內在嘅封閉。作為同行者，無論係牧者、家長定係老師，我哋都無法阻止孩子去使用 AI， 亦都無需阻止。但係我哋必須要問：喺 AI 提供答案嘅時代，我哋點樣去教導孩子去擁抱真理？喺 AI 模擬關係嘅年代，我哋又點樣去引導孩子去體驗愛？喺 AI 追求效率嘅年代，我哋又點樣教孩子體會安靜嘅價值？潘牧師提出咗一個概念，叫做第三空間。第一空間係屋企，第二空間係工作，第三空間係一個可以放鬆、做返自己、同人聯繫嘅地方。但係千禧世代嘅人好多時連第三空間都冇，放咗工之後，淨係得返疲憊嘅軀殼同埋無限嘅壓力。潘牧師問咗2個好深刻嘅問題：
我係邊個啊？我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兩個問題其實係同一個問題嘅兩面。千禧世代嘅孤獨唔單止係冇人陪，而係冇人真正認識我，甚至連自己都唔認識自己。喺忙碌嘅生活中，我哋好少停低問自己：我究竟係邊個？我真正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潘牧師提出咗一個重要嘅方向，成為彼此嘅彼此。呢句話好簡單，但係好有力。彼此嘅彼此，意思係我哋唔需要成為對方嘅救世主，我哋只係需要成為對方嘅同行者。潘牧師認為，教會嘅其中一個功能就係成為一個第三空間，一個可以坦誠分享，唔需要戴面具，可以安心做返自己嘅地方。呢章嘅其中一個重點係群體嘅對立面，唔係孤獨。潘牧師指出，孤獨嘅對立面唔係有人喺身邊，而係被人真正理解。你可以喺一個好擠迫嘅地方，但係仍然感到孤獨，因為你嘅內心冇俾人睇到，冇俾人明白。真正嘅群體唔係一班人坐埋一齊，而係一班人願意打開自己嘅心，互相聆聽，互相支持。潘牧師引述書裏邊最後一句話作為呢一章嘅結論，亦係全書嘅總結。我哋縱然好想去拯救世界，但係可能我哋嘅能力有好多局限，一生人都未能夠拯救世界。但仲有一件事可以做，就係喺人同人接觸嘅溫暖裏邊，我哋可以拯救彼此。呢句話，我認為係全書最動人嘅一句話。呢3次閱讀俾我最深嘅體會係，信仰唔係個人嘅保險箱，而係一條代代相傳嘅河流。我哋經歷過 burn out， 經歷過轉化嘅人，有責任將呢份經歷化為下一代可以觸及嘅陪伴。我哋可以做嘅唔係替孩子擋住 AI， 而係陪伴佢哋喺 AI 嘅使用中學習辨別、學習節制、學習提問，唔係俾孩子更加多嘅答案，而係同佢哋一齊喺問題之中尋找上帝。唔係要求孩子唔好沉迷數位，而係自己先示範點樣喺數位世界之中保持歸心。書裏邊講句，千禧世代最需要嘅唔係更多答案，而係更大嘅勇氣去擁抱問題。其實係適用於每一個世代。AI 可以俾答案，但只有信仰能夠俾人去面對問題嘅勇氣。今日我哋分享咗在失序中抱緊上帝嘅下半部分，第3章過勞。千禧世代面對重重嘅壓力，休息變成咗奢侈品。但係上帝設立安息日，邀請我哋留一日同佢喘息，我哋嘅心都好重要。第4章孤獨，
千禧世代雖然係網絡世代，但係就係最孤獨嘅一代。真正嘅群體係被人真正理解，我哋可以成為彼此嘅彼此，喺人同人接觸嘅溫暖之中拯救彼此。傳書嘅信仰心法係乜？潘牧師喺結語將佢歸結為在歸心之路上迎見上主。歸心之路就係返到自己內心嘅深處，重新聯繫上帝嘅旅程。喺呢條路上，我哋會面對夢想嘅失落、信仰嘅懷疑、工作嘅壓力、孤獨嘅恐懼，但係只有我哋願意返到內心深處，就會發現上帝一直喺度等緊我哋。呢個唔係關於我嘅閱讀報告，而係關於我哋共同面對時代嘅處境。我感恩經歷過 burnout， 因為咁就等我學會唔好再將自己放喺生命嘅中心。更加感謝潘牧師喺文字裏邊帶領我哋，等我可以從讀到一本書去到活一本書。如今當我哋睇住身邊嘅孩子喺數位世界成長，我深深相信在 AI 中緊抱信仰，唔係退縮，而係前進；唔係保守，而係最前衛嘅生存智慧。因為唯有抱緊永恆嘅，我哋先至可以喺瞬息萬變之中，為下一代守住一個不被震動嘅國度。我想用潘牧師喺書裏邊嘅一句説話送俾每一位讀者：人生就好似食甜甜圈一樣，第一口咬落去嘅時候，感覺興奮可口，食到中段個口感就或者會變得黐粒粒，但係食完之後又心思思，忍唔住想再嚟多一個。生命本來就係充滿住未知同埋矛盾，呢啲出乎意料嘅事情，其實不斷咁樣喚醒我哋探索生命嘅好奇心，促使我哋敞開我哋嘅心去迎接未來。千禧世代嘅人生可能好似一個食到一半嘅 donut 咁，唔再係最初嘅興奮，但亦未去到結束，仲有下半部分可以好好品嚐。又嚟到感謝環節，當然要多謝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揾咗潘正恒牧師一齊出版咗一本咁切合21世紀情節嘅貼地嘅信仰心法，等我哋可以一齊喺失序之中互相扶持。我哋一齊聆聽，一齊學習，一齊愛生活。如果你哋都喜歡今日嘅分享，歡迎 like 同 subscribe， 亦都歡迎留言俾我。你係唔係千禧世代？你覺得過勞同孤獨對你嚟講係一個點樣嘅掙扎？呢個頻道歡迎真誠交流，非誠勿擾。惡意或者冇建設性嘅留言將會被隱藏。請將力氣留俾更加重要嘅人同埋事。感謝體諒。願我哋都成為咁樣嘅同行者，唔單止喺失序之中自己擁抱上帝，更牽住下一代嘅手，
一齊踏上嗰條歸心之路。我哋下一次再會啊！記得50% 聆聽，50% 學習，100% 愛自己。